个是823592的土地。我想请问一下林务局的官员，这是贵单位所拍摄的照片。你在今天如果看到这67年的航照图，可以证明这个地方过去就是我们部落祖先曾经耕种使用的土地。这是民国78年的时候，花莲县政府他说可以增划编保留地。我想在座的官员，如果你们的土地在那边，一旦有这个公告的话，各位会不会去做登记的动作？难道我们都是傻瓜吗？我们不会去登记吗？我们当然有登记。这个是现在这个县地当中有所谓的阿顿，是部落的族人们当初在592823的时候开垦，旁边遍地礁岩，祖先们一块一块把它捡起来，然后排列成家族的一个界限，到现在都还在。请问一下，193的土地在那边的请举手。193有。请问一下，你们的土地现在是私有地、个人的土地，还是国有财产局在管理，还是还在进行增划编保留地？增划编保留地有没有归还给你们？还没。没有。那这几笔土地呢，牵涉3个机关，有国产局，有东管处，还有县政府。表示现在登记在这3个机关的管理机关是3个机关。那我们呢有一个补办增划编计划，从96年一直要到100年。假如你们是在77年2月1号一直在使用这些土地，那你们就去跟乡公所申请。原民会的土管处，你真的没有做功课。我们在98年的时候已经增划编了，从丰滨乡公所送到花莲县政府，再送到原民会去。我们在今年的1月28号凯达格兰大道的时候，把陈请书送到总统府。原民会的回应是什么？不同意增划编保留地。没有的话，我可以把资料拿给你看。要跟你们讲说清，因为这个不是原住民保留地，是其他公产机关管理的，绝对我们不会不同意。你刚刚讲的都是白说的。所以请呢，请开始。你们是在丢皮球啊！皮球！我看这个会不要开了。刚刚讲到这个土地，22年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？98年3月18号的时候组成专案，98年6月19号的时候我们有来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们花莲县议会有做成决议呀，决议，你刚刚立山都跟他3户都掰了，有好几层。县议会的层级那么多议员去呢，那天几个议员，6、7个议员到，东莞是会理县议员吗？不会，为什么？我们管不到他们呐、花莲县议会只管花莲县政府。跟这边报告，花莲县政府已经把各位的土地，县政府已经我们要求他们全部给我转到原民会。我们之前就有在那边耕作，然后有地上改良物。那这种状况是在79年的时候，我们去做登录的动作。那问题是乡公所把资料遗失，各位官员口口声声说依法行政，依法行政，我都不知道是依哪一个法，行哪一个政。我们都已经在那边耕作了，然后有地上物，然后也乡公所疏失，这个合不合理呀？我必须要强调一个事情，就是这边的一个土地，除了一个它的前身我们的原住民土地之外，它还是自然保护区。我们每一个行政单位都有自己的一个权责。我今天如果可以轻易摆脱我的责任的话，我当然可以轻易的做承诺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事情。第一个还是强调，就是整个行政有瑕疵的话，公务机关一定会有一个回应，而且里面会有一些处分。到后面的协商，我们也一定会参与。好，那这个过程有哪些环节，我们的业务职掌上，我们必须要去面对，可以面对的，一定可以协商。还有就是在正面的一个回答上面，我一定会倾向于帮助各位来完成这个事情的方式来处理。因为资料遗失的原因不在我们这边，是在源头。按照程序，问题是中间卡在丰滨乡公所，他这边行政作业上的疏失，再跳到你们那边，你们可以推责任，你们都可以一一推。问题是
乡公所这边把资料弄遗失，因为林务局是说可以承认，你也说可以承认，那乡公所这边没事吗？对，所以要乡公所先澄清这个事情啊，不然我怎么知道这笔地是被遗失资料呢？对，我是后端的，你们前端的源头不把原因搞清楚，就直接跑到我后端来说这个土地我要发还，这个我们在处理上，你如果是身为一个公务人员，你也有这个困难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乡公所他愿意出文承认说，哎，这个土地当时是他处理错误或资料有遗漏，希望我们来做一个补救措施，我们会跟东莞处再怎么来协商。当时我们的乡亲在申请的时候，这里面呢，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行政疏失。我们要求乡公所承认他的错误。我希望这个问题不要拉到明年的101年，那就是在这个月的30号之前。好，30号之前，我们会把今天会议的结论发给各参与的单位，然后我们会请乡公所将前面的疏失做一个理清后，承认错误以后，把这个公文再还给相关的单位以后，麻烦大家明天能手里来图哪来给他是啦，这样的话，这个事情才是变成从零开始。如果到时候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动作的话，怎么办？这个部分，如果乡公所没有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带你们一起到乡公所去抗争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是，没有办法。98年6月19号，苏斌打棒也给我们一个承诺，1个月上，请你们给我1个月时间上。结果呢，到现在2年6个月，还要外延6个月，不一样。来都，没有在2年6个月了。anu骗人anu sanhau, nunggu anu halat dengan kurang. 我讲哦。我们都把路别老了，给我打棒。係，阿里都。我们都把路别老了，给我打棒。什么你要听到？你以为对不对？你以为的责任听到对不对？乡公所还我土地。谢科长，在个委屈的说你是代表乡公所，政策是延续性的，你那你要代表乡公所。 一定要承担嘛！一定是乡公所要承担嘛！你一直这样逼我，我可以承诺吗？妈呀！我现在就是国会这边的这个会议记录，我们是行政机关，依法哈，弄到我们那边，我们会呈给乡长会批意见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说我口头我回去报告，我们就承诺说，我下个礼拜就报告。什么时候？为什么乡长没有来？我们今天开了协调会之后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人哈，他们是希望一定要见到乡长。现在就是你如果说要追究这个责任的话，你要走行政程序嘛。我们现在已经什么叫做行政程序？我想乡长你曾经当过代书，你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到乡公所去。如果